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约翰福音第37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詹怡芳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每一天清晨的时间分别出来与你亲近，好让我们透过神的话语得着一天的力量。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祈求圣灵带领，让我们可以敏锐的在环境中察觉主耶稣对我们说话，并且给予我们的提醒，让我们有智慧的听，有智慧的说。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在这个礼拜是受难周，在英文叫做 Holy Week。从礼拜天是棕树主日，那我们可以从福音书当中，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耶稣他荣耀光荣的受欢迎进入耶路撒冷。那星期一叫圣周一，那是耶稣记载耶稣他咒诅了一棵不结果的无花果树，还有耶稣到圣殿当中去洁净圣殿。那在马太的21章、马可的11章，还有路加的19章，还有约翰的第2章都有记载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在昨天约翰福音的第15章讲到耶稣他说他是真葡萄树，那也把他7个我是都完整的来启示，让人明白耶稣他是呢自由拥有。那从这7个角度来看，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段从13章一直到17章耶稣的最后的讲论。那今天要看到耶稣继续提到他怎么样和这些的门徒成为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和枝子，并且成为朋友，然后愿意来接受迫害，因为有圣灵的保惠师。那我们要分几段来看，首先我们先请怡芳带我们来读16章的1到4节。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为要使你们的信心不至于动摇。他们要把你们赶出会堂，而且时刻就要到了。那杀害你们的人还以为做这种事是在侍奉上帝，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既不认识父亲，也不认识我。我告诉你们这些事，为要让你们在这时刻来临时，记得我曾经对你们说过了。那耶稣说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以为是在侍奉神了。那这件事情就成就在耶稣的身上。但是耶稣这些的讲论，就是对这些门徒所要受到的迫害，或是受到世人的憎恨，因为他们只是单单的信耶稣。那这些是为了避免使门徒们跌倒，给他们打预防针。跌倒就是让他们放弃信仰。那这些就是仇敌的诡计，要使这些门徒来放弃信仰。第3节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父，也不认识耶稣，所以他们以为是在替天行道，结果是在做相反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从第5章开始就要迫害耶稣，要杀耶稣，而且都是非常有信仰的法利赛人，这些的文士、撒都该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明白圣经，那反而是在圣经当中迷失了路，所以呢，他们甚至不惜要来违背十诫，那不可说谎，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一连串的犯罪。那耶稣也在第4节提到说，我当初没有告诉你们这些事，是因为我一直与你们同在。那耶稣把这个被迫害的事情到后面，甚至在约翰福音是最后的晚餐才告诉门徒，是因为耶稣一直保守这些门徒不受到迫害。那因为耶稣他也很懂得隐藏他自己，我们在约翰福音就看到耶稣会隐藏他自己，或他会离开现场，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现在时候到了。他也要这些跟随他的门徒要听清楚，要说明白，他们要怎么样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那再请怡芳带我们来读第5和第6节。现在我要回到那位差我来的那里去，你们当中没有人问我，你要到哪里去？
可是因为我要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你们心里竟充满忧愁。然而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去对你们是有益的。我不去，那位助者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去了，就差他来。被迫害的程度有高有低。好，那对他们来讲最害怕的不一定是死，而是赶出会堂是与神无份不论被赶出30天、80天、90天，或是永远的赶出那这个生来瞎眼的也被这样子的对待。但耶稣说他们不用害怕，因为第5节，现在我要到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却没有人问我你去哪里。其实彼得有问但是彼得在第13章的时候，彼得有问但是他没有问到重点。那只因我对你们说这事，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我去对你们有益，我不去，那位助者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去了就差他来。所以耶稣在这里第3次，从14章16节，然后保惠师真理的灵，跟15章的26节保惠师真理的灵，然后再来到的16章的第7节保惠师。所以第3次来提到圣灵。那所以从这样子的安排，让我们看到父差遣的耶稣，耶稣也预告了圣灵而圣灵保惠师要来帮助。所以三位一体的上帝呢，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分工，而且是完美的连结。那在圣父、圣子、圣灵当中呢，他们协调的非常的可以说是完美的协调，没有任何的冲突或是失调。所以当耶稣必须去，圣灵才会来。其实圣灵虽然五旬节那天来，但是也不是说之前就没有圣灵，而是这圣灵他要显露出来，来在门徒们、信徒们、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们的身上来彰显上帝的旨意，继续来完成耶稣的工作。但是在耶稣受难受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前，圣灵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再请一方代表来读8到11节。他来的时候，他要向世人证明，他们对于罪、对于义、对于上帝审判的观念都错了。他们对罪的观念错了，因为他们不信我；他们对义的观念错了，因为我往父亲那里去，你们再也看不见我。他们对审判的观念错了，因为这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那我们都会记得就是圣灵来了要叫人知罪好，那在这里第8节到第9节提到这个保惠师真理的灵，好，他不仅是看不见，好，那但是他会永远与我们同在，好，这是14章所说的。然后在15章也说，保惠师真理的灵来的是要为耶稣做见证。那在16章又说，保惠师这个圣灵来呢，他要来指证世人。好，那指证世人也可以说是审判世人。好，从3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为罪，罪是指罪恶；义是为公义、正义，还有与神的关系。第3为审判，好，那就是在法庭上面的判决，证实好这些的有罪的行为。那这都是圣灵来要做的工作。那耶稣又继续进一步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你们将不再见到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统治者已经受了审判。好，那这3节和本的反应呢是非常不容易理解，而且会让我们去有点误导。好，那现代中文译本呢做了很好的整理为对于罪、对于义、对于上帝审判的观念都错了。第9节，他们对罪的观念错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耶稣，所以他们是罪人，他们以为自己是无罪。第二，他们对义的观念错了，为什么？因为耶稣是往父那里去，你们再也看不见我。那他们以为他们是跟上帝有义的关系，有正确的关系，有公义的关系错了，因为他们没有透过耶稣。耶稣有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就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所以这在第14章的时候，耶稣所启示，所以他们的对于这个义以为走义路的观念错了。第3，为审判观念也错了，
他们以为这个审判是世上的审判，是这个世上君王的审判，是地上的审判。但是呢，耶稣说，其实这个世界的王都要接受审判嘛。所以他既来了，圣灵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不再见我；为审判，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那这三件事情代表人不认识自己，不是罪人，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无罪。其实当他们不信耶稣，不接受基督，就是罪人，罪已经定了。为义就是他们不认识基督，他们以为他们跟上帝有正确合一的关系，结果他们因为没有借着耶稣，所以与神隔绝，他们不相信耶稣是中保。为审判，他们不认识撒旦的权势，那恶者，他们以为他们在地上是一个守法的公民，他们接受罗马帝国的治理，那他们不要起来反叛政府，那这一切就会平安无事。但是他们不晓得还有幕后天上终极的审判，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统辖全世界，不相信这个弥赛亚是要连外邦万邦一起审判。好，那再请怡芳他们来读12到15节。好，第12节，我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可是你们现在担负不了。等到赐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指引你们进到一切的真理中。他不凭着自己说话，而是把他所听到的告诉你们，并且要说出将来的事。他要荣耀我，因为他会把我所要说的告诉你们。我父亲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我说圣灵会把我所要说的告诉你们。那这里继续在讲到关于圣灵的工作，好，那这也是第4次又提到圣灵了。那圣灵的工作呢，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真理，所以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能够听到耶稣这样子的郑重的、清楚明白的来介绍圣灵，是因为他们跟随耶稣到底，而且他们爱耶稣，那他们一直与耶稣在一起，那他们也听耶稣的话，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得到耶稣的道的洁净。那耶稣让他们多结果子，彼此相爱，而且耶稣不称他们为仆人，称他们为朋友。但是呢，身为朋友，耶稣还要给他们宝贝神奇的力量，大能就是圣灵。圣灵呢，我们都会认为它就是使人能够有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但在16章13节说，真理的圣灵来，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哦。那进入的意思就是明白，就是原来是这样，原来这就是耶稣所说这句话的意思。所以当人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心中所做的工作。还不仅是这样，圣灵怎么样让我们明白？是他会说，他会教导，所以他是保惠师，他是像是一个保护，然后给我们恩惠的一个老师，他使我们能够明白，而且他会对我们把圣灵所听见的都说出来。他所做的就好像耶稣现在对门徒所做的，他怎么样受父的差遣，他怎么样来差遣人，他怎么样把天父所说的，他也听到的，他也都说出来。不仅说出来，还把将来的事向你们传达。所以这将来的事情呢，是指整个信仰的部分，或是指末日的事情都有可能。但是圣灵来，就是要让人继续的学习耶稣的话，继续的来领受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第14节，他还要荣耀我。圣灵来呢，不仅是教导门徒，圣灵来是要来荣耀耶稣就好像耶稣现在在荣耀父神一样。所以这是一层一层。那也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虽然没有住在耶稣那个时代，我们也没有办法实际的跟随耶稣，但是透过圣灵，我们好像就跟着耶稣，而我们跟着耶稣，就好像我们跟着上帝一样。这是三位一体父子圣灵他们的工作。15节，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把从我领受的向你们传达。那所以圣灵来是要来荣耀基督，就如同基督荣耀天父，而且耶稣他也拥有圣灵。那因为圣灵也是从神而出，而这受差遣的圣灵，真理的灵呢，也是受耶稣的差遣而来。所以这个圣灵专注在荣耀耶稣这件事情上面。那
让人呢能够明白真理，进入真道。所以圣灵叫人知罪，圣灵也引导明白真理，圣灵还要荣耀耶稣啊。那再请一方他们来读16到18节。16节，过一会儿你们就看不见我了，然而再过一会儿你们还要看见我。门徒当中有几个人彼此说，他告诉我们，过一会儿你们就看不见我了，然而再过一会儿你们还要看见我。又说，因为我要到父亲那里去。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也有人问，他所说的过一会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晓得他在说些什么。那现在耶稣这样的重要的启示揭露，好，那要受迫害，但是呢，要等候圣灵，而圣灵来会做的工作，使人知罪，明白真理，荣耀基督。那但是现在门徒的心中的疑惑，耶稣也都说了出来。不久你们将不再见到我，再过不久你们还要见到我。所以是指耶稣他受死，或是他受难，然后被逼迫，所以门徒们不告而别。但是再过不久，你们还要见到我。所以在约翰福音到后面21章，我们都会看到这个事情来成就。耶稣复活，他自己来找门徒。那所以门徒当中呢，就会议论说，那什么一下看见一下不见，到底在说什么？又说耶稣说他要到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之前多马问过，彼得问过，耶稣说，好，你们多马耶稣说那条路你们不知道，但是多马就问，好，那所以耶稣就启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那彼得也问主你去哪里？所以耶稣就告诉彼得，现在你不能去，但是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那这些都是耶稣要用这些话来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那这些事情马上应验，马上发生的时候，他们才回过来相信耶稣所说的这些话都非常的重要，不能轻易的忘记。18节，好，所以门徒他们就在这个confuse 当中呢，还没有办法得到答案。不过当受难的时候开始启动的时候，门徒就明白了。再请一方继续带我们来读19到22节。第19节，耶稣知道他们想问的，就对他们说：“我说过一会儿，你们就看不见我了；然而再过一会儿，你们还要看见我。你们彼此在讨论这句话吗？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人却要欢乐；你们要忧愁，可是你们忧愁将变成喜乐。女人快要生产的时候忧愁，因为受苦的时刻到了。”但是生了婴儿后就忘掉了痛苦，因为高兴有婴儿出生在世上。你们也是这样，现在你们有忧愁，但是我要再见到你们，你们心里就会充满喜乐。你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走的。那耶稣知道门徒他们心中的这些 confuse， 所以耶稣又在进一步的对他们说：好，你们现在的忧愁，但是呢，不久就会成为喜乐，因为这事情没有发生，好，门徒不能够明白。但是耶稣如果讲的太直白，等下几点几分谁会来捉他？然后他会去上这个盖亚法的院子受审判，再到会堂公会受审判，再到比拉多受审判。好像他会把这些事情都讲明的话，那这些门徒呢，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冲击，也失去了耶稣所预告的事情，所以只能够意会，不能够言传。但是第20节，耶稣说：“我郑重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痛苦哀嚎，但世人却欢乐。”就是当耶稣受难、受逼迫到一个高峰的时候，门徒们四散，而且痛苦，而且哀嚎。世人欢呼得胜，定他十字架。但是这样的忧愁、痛苦、哀嚎呢？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将要变成喜乐。就像什么呢？就像妇女妈妈要生产的时候，妈妈要从怀孕是既期待又怕痛苦的伤害，但是到真的要临盆的时候呢，那个紧张，那一个痛跟乐，这个盼望交杂的这种情境哦。但是等到这个阵痛跟这个生产之痛结束，孩子生出来之后，就忘掉了痛苦，因为那个喜乐已经大于所有的痛苦。
因为欢喜有一个人生在世上了。那所以22节你们也是这样，现在的忧愁，但是耶稣渐渐的要离开，但是耶稣要再见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充满喜乐。所以耶稣已经在说告别的话，但是这个告别呢，只是在世人来看是短暂的，但是对门徒来看呢，好像是天人交战，对耶稣来说也是生死离别哦。那但是这样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走的。那再请一方带来读23到25节。23节，在那一天，你们不向我求什么，我郑重地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亲求什么，他一定赐给你们。直到现在，你们并没有奉我的名求过什么，你们求就得到，好让你们的喜乐满意。我用比喻把这些事向你们说了，可是时刻将到，我不再使用比喻，却要明白地把父亲的事告诉你们。那在那一天，那一天就是指耶稣他受刑受难的那一天，你们都不用问了。所以现在门徒有很多的问题，那包括谁出卖耶稣啊，谁会出卖耶稣啊，然后耶稣要去哪里？但是呢，到了那天成就之后，他们不会问。我郑重，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会赐给你们。所以又再一次从14章14节耶稣告诉门徒说，因为当他们信耶稣，他们就会使基督使父亲的荣耀，奉耶稣的名，就是在耶稣里面求，而耶稣会成全。15章7节，昨天我们也读到，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把你们想要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现在来到了16章的24节，你们奉我的名求，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好，所以这样的与神的关系呢，或是说这样的祷告蒙应允呢，不是好像中乐透，或是这样子去庙里面拜拜，然后就可以得到，而是这是一段生命的历程，是一段生活的建造，跟耶稣一起生活，一起行走，而且听耶稣的道，遵行他的旨意，才能够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才能够与神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而当门徒们知道他们的祷告是带着能力，那在使徒行传就一一的看到这些门徒怎么样奉耶稣的名传道，奉耶稣的名医病，奉耶稣的名赶鬼，而且求就得着，只要把耶稣的名搬出来，事情就能成就，他们的喜乐就得到满足。那这喜乐的满足的意思就是装满了或是完成了。所以昨天也有提到在15章11节，耶稣对门徒说，遵守耶稣的话，是让耶稣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让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所以这次又再次提到，所以大迫害或是大苦难也是大喜乐。那这也是在这个雅各书跟彼得书信当中都有提到的，就是在这些的患难当中，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必须要来到的过程。好，那我们再请一方继续带我们读26到28节。26节，在那一天，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是说我要替你们向父亲求，因为父亲自己爱你们，也爱你们，因为你们爱我，并且信我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从父亲那里来到这世界，现在我要离开这世界，回到父亲那里去。那我们读和本的时候是说，时候将到，我不再用比方对你们说，而是把父的事明白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向父祈求。好，那虽然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这样子的翻译，但是现在这种译本让它变得白话，也就是说，过去呢，他们跟上帝的祷告呢，会有一个大祭司成为中保，会有一个成为传达他们祷告的。
但耶稣来呢，他就是要来取代这位大祭司。所以呢，人呢不再到圣殿里面去献祭，人呢不再到圣殿里面去求大祭司来洁净他们的罪。耶稣呢，他也不再做这个大祭司的工作。你们要奉耶稣的名求，所以不是耶稣在替他们求，而是当他们奉耶稣的名祷告，神就垂听了。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揭露跟预告，就是我们不再需要有中保，连这位中保呢，他也不再用献祭的方式，而是我们只要奉他的名，奉耶稣的名求。所以为什么求就得着，后门就开门，然后呢，使喜乐可以满足，是因为我们已经住在耶稣的里面，他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开口跟天父求的时候，就好像是耶稣在开口跟天父求一样。27节，因为父自己爱你们，他爱你们，因为你们爱我。所以这个上帝爱他们，在这些门徒是因为他们爱耶稣，所以他们得着天父的爱，而且又相信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从父那里来到世界，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了。所以耶稣是道成肉身，从天而降，在地上的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为世人罪定在十字架上，埋葬，降到阴间，第3天复活，然后呢升天到父，坐在父的右边。所以这也是把耶稣他所做的，这样从天而来到阴间，再复活到升天，来完成救赎，并且呢，在这段期间呢，让这些门徒呢明白，然后知道真理。接着剩下就是圣灵的时代，教会的时代，是圣灵的工作。好，最后再请一方代表来读29到33节。29节，门徒对他说：“你看，现在你是明白的讲论，并没有用什么比喻。我们已经晓得你无所不知，也不需要有人来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了吗？时刻到了，现在已经是了。你们都要分散，个人回自己的地方去，只留下我一个人。其实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因为有父亲与我同在，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因跟我连结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勇敢，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好，那这一段呢是耶稣对门徒最后的结语。那还有一章17章是耶稣的祷告。好，那这是对天父的祷告。所以耶稣最后给门徒留下来的教导跟交代呢，门徒以为他们很明白，说主啊，老师啊，你看你讲的这么白，我们现在都知道了，你已经不用再比喻了，而且我们也知道，也不用再问你了，我们现在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那我们从后面继续看呢，也知道说门徒这样的知道呢，只是部分的知道，他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那他们现在呢，终于知道耶稣从上帝那里来，是从天而降。那耶稣说：“你们信了，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你们要分散，个人回各自地方，只留下我一人。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人，是有父亲与我同在。那就讲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开始受迫害，被抓走之后，然后一路上门徒怎么样的逃亡，但是呢，虽然他们留下耶稣一个，但是耶稣都告诉他们不用替耶稣担心，因为有上帝与他同在。把这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跟我连结而有平安。和本是说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哦。所以虽然他们逃亡，虽然他们四散，那这都是在诗篇当中所预言的。但是呢，耶稣说你们即便离开了，还是可以跟耶稣连结。虽然你们害怕软弱躲藏，但是跟耶稣还是可以连结。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苦难的意思就是迫害。所以你们在世上有迫害，这迫害呢，在昨天15章20节，耶稣就已经说世界恨你们但是呢，他们迫害你们，其实是在迫害耶稣。他们迫害耶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那当他们认识耶稣，这个迫害也就会结束，就会像扫罗变成保罗一样。所以不用害怕，不用担心，你们要有勇气你们可以放心。这个和本是说，
你们可以放心。现在合修本是你们要有勇气，现在中译本是说你们要勇敢了。好，那这个字呢，它就是有放心、勇气，还有一个叫做受激动，就是要被激励，被鼓励，就是耶稣这样子的做的用意呢，就是要激励他们，激发他们了。好，耶稣已经胜过世界，好，所以全世界都来迫害耶稣，但是呢，最后耶稣会胜过全世界，因为耶稣是这世界的王。今天的金句呢是第33节，我把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因跟我连结而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要勇敢，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基督徒虽然经常意外出其不意的被迫害，但是奉耶稣的名祷告，就是一个听到加上行道来证明是爱耶稣的特权。当我们有这样的特权，我们祷告求就必得着，使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因为有圣灵引导我们走在一切的真理当中。今天圣灵如何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罪，如何使我们知道在末后审判之日，我们能够享有真正的平安。那在这礼拜是受难周，今天是圣周一，也让我们能够花些时间来思想默想。最后要感谢耶稣的拯救，使我们有面对世界的迫害勇气，让我们能够住在耶稣的里面，与他连结。即便我们软弱，我们在逃难，我们在躲藏，我们还是可以在他里面有平安。而且我们要有勇气，我们要勇敢，我们要受到耶稣的鼓励，让我们能够享受耶稣他胜过世界的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在这个礼拜当中成为我们的灵粮，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你所爱的，能够明白耶稣你所要的，让我们真的是把你的话能够吃喝进去，好让你的生命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求圣灵的保惠师帮助者，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罪，也让我们明白真理，更叫我们能够行出真理来荣耀基督。愿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怡芳，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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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